今日嚟到旺角嘅西洋菜街，見到部 Mini GTR。嗱，其實呢一部車咧係由呢個 Suzuki 嘅 Trans 改裝而成嘅。嗱，佢呢個車嘅外形咧係直情係參照一架叫 K 卡版嘅 GTR 啊，即係成架車 Q 版嘅設計。車頭咧係成架 GTR 樣之外咧，呢一部分咧係特登加長咗，令到個車尾更加突出，更加似 GTR 嘅外形嘅。點解會有一個 Pop Race 嘅字樣呢？就係呢架車咧將會出一個模型車嘅版本，所以今次咧亦都係嚟做宣傳嘅。呢架拖車咧拉晒 Pan Am 同埋 Pop Race 花，模型咧亦都係會有呢架 Mini GTR， 再加埋 Pop Race 呢一架拖車嘅，會係一 set 咁樣賣嘅。咁啊到期時出咗咧，哇！真係必要珍藏嘅模型啊！嗱，呢部車咧，亦都係啱啱響大陸度做完宣傳，然後就運翻嚟香港。不過好短時間內咧，應該會運翻去日本噶啦。咁如果要睇嘅咧，咁啊留意一啲社交平台啦。咁啊，佢可能都會再出嚟，響可能西洋菜街啊，響尖沙咀啊呢啲地方，佢會再坐住架拖車去巡遊嘅。